張真網址下面記得。自動縮骨遮彈力強勁，你有冇諗過一把普通嘅遮隨時會對你造成永久傷害？呢啲自動縮骨遮咧又真係幾方便嘅。嗱，按個掣咁就開咗啦，再按翻個掣咁又收得翻咯。但係咧，如果想收翻個遮柄嘅話咧，就要用多少少力啦。如果唔夠力嘅啊，又或者係唔小心跣手嘅話，個遮柄就會自動彈翻出嚟，其實都幾危險㗎。早前有位市民正喺收起把自動縮骨遮嘅時候發生意外，當時佢打算用手將遮柄撳翻入去，點知唔夠力，鎖唔實遮柄，導致遮柄即時猛力反彈，直擊佢隻眼，造成眼睛嚴重受傷。現上嘅自動縮骨遮款式繁多，彈力不一，為咗了解呢啲遮可以有幾大嘅殺傷力，我哋隨機揀咗幾把喺專家嘅協助下進行科學測試。有請人稱港版伽利略嘅盧 Sir 為我哋測試呢3把遮嘅彈弓拉力，亦即係要將遮柄撳翻入去所需嘅力度。咁我哋咧就個彈弓線咧就可以試到啦。哇，都好實喎，感覺。10磅啊，而家要。到第2把啦，要幾大力呢？呢把遮嘅拉力係幾多啊？呢把遮拉力係4磅。哇，爭好遠喎！試埋第3把幾多呢10磅都係。哇，要成10磅咁多，收遮一下唔夠力，容乜易反彈撞親人㗎？即刻試埋佢嘅撞擊力先。而家試下個彈嗰個撞擊力幾多？哇嘭一聲，幾大力啊！哇6.62磅。到紅色呢把啦，係1.35磅。仲有呢把彈弓拉力達到10磅嘅藍色遮，就1.24磅。唔同設計嘅遮拉力同撞擊力各有不同，當中最大力嘅係呢把灰色遮。為咗具體啲了解佢嘅殺傷力，我哋製作咗一個發射台進行實物測試。而家係測試嗰個撞擊力嘅威力去到咩程度啦。即係頭先我哋呢把遮咧係有6磅嘅撞擊力㗎。咁而家咧揾個青瓜石喺度嘅時候咧，喺佢撞埋嘅時候咧，睇佢冷去到幾多。青瓜嘅質地比人嘅皮膚硬，遮柄撞埋去有啲咩結果呢？結果係點呢？有個印啦。係有個印啊，其實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打落個人嘅身體，一樣有個印喺度咧，都同意合嘅。人類嘅眼球同雞蛋一樣，都係相當脆弱。究竟遮柄撞埋去會有啲咩後果呢？一試就知啦。哇！遮柄一撞埋去，即時打碎蛋殼，成隻雞蛋飛開，蛋漿蝕錢啊！老 Sir 啊，嗱，而家咧最近啲天氣咧就經常都落雨啊，咁市民一定要擔遮出街㗎啦。係。咁但係最近有啲新聞咧就話因為用呢啲咁樣嘅縮骨遮啊，而家唔單止以前我哋細個用嗰啲啊就縮一下嘅，有啲係縮2下，或者咧縮3下自動收埋嘅。咁其實如果市民喺用呢啲彈弓遮嘅時候，點樣先可以防止發生一啲意外咧？冇錯啦，因為而家啲縮骨遮同彈弓嗰隻咧就相當危險嘅。如果運動唔好嘅時候咧，可能咧就傷及身體啊，或者眼部啊，或者牙齒啊咁樣。咁咧我哋用呢啲彈弓遮嘅時候咧，你開嘅時候咧，譬如撳掣開冇所謂啊，撳掣就彈出去啦。彈出嗰下咧就唔好對住人彈啦。如果你對住人彈嘅時候，可能彈到人哋一支炮咁撞埋身體嗰陣，你會受傷嘅。咁我哋咧就跟住揾啲空氣彈開咗之後咧，就擔遮啦。收遮嘅時候咧，我哋要撳翻入去嘅時候咧，可能啲手咧就唔夠力嘅。咁我哋咧可以利用埲牆嗰度力咧，即係揸住個遮柄，個遮咧懟落埲牆嗰度，一懟入去咁啊，借力咧就好容易壓縮到把遮柄咧，就可以收到個遮柄嘅。或者向地下都得。但如果你用手嘅時候，你夠力先得。如果你唔夠力一閃手咧，個遮柄咧就打翻出嚟咧，好似支彈弓一啲好勁嘅彈弓質咧，就打出嚟咧，就如果打親隻眼咧，就會傷及隻眼，可能會盲啊，打到牙齒咧，可能會崩咗啊咁樣之類嘅。係啊，因為我見到好多小朋友咧，其實可能佢都係4、5年班，甚至啲中1、2嗰啲咧，都用呢啲縮骨遮嘅。
咁我自己作為家長啦，我其實就唔建議我小朋友用縮骨遮，就算用都唔應該用可以自動嗰啲，可能就麻煩啲，收嘅時候麻煩啲。如果唔係呢，啲小朋友你知㗎啦，貪玩有時攞嚟同啲同學飛來飛去，一係閂嘅時候唔知道嘅時候呢，就佢通常就點樣閂呢？我見有啲小朋友就總之就向下懟，咁一向下懟一唔夠力嘅咧就彈，就試過有啲係彈到一下巴，彈到啲牙咯嚇。係啊，即係小朋友嘅力度唔夠咧，就唔好用忍嘅，用啲縮骨遮，即係用手拉開啊，開山啊。係啊，就安全啲。安全啲。係好啊，咁啊唔該晒啊，老 Sir。咁啊講翻同大家講講啦，其實老 Sir 咧喺定期咧都會就住一啲日常嘅生活咧會同大家分享下嘅，咁就多謝阿老 Sir。